今次呢個帝寶城3房單位，全屋都加咗唔少圓弧設計。首先係玄關獅子櫃，用盡成個角落位做埋餐邊櫃，而隔籬亦有做個雙面櫃。對外係鏡面鞋櫃，而對內就係廚房嘅櫥櫃，加埋趟門設計就更加慳位。即使喺廚房入面都可以清晰分開水吧區同埋煮食區，而客廳電視層架都特別做弧形設計，流線咁沿住走廊延伸出去，既可以化解風水問題，又可以做到放大視覺空間感。另外主人房嘅梳妝台都係特別訂做弧形，中間仲有位做櫃桶收納，仲可以將收納位延伸到隔離窗台位置。而衣櫃側邊亦有做個淨衣區。最後2間小朋友房玩盡組合設計，將書櫃、衣櫃、書台一體化，有超大嘅儲物量。我哋仲巧妙咁利用梁柱嘅位做埋玻璃展示櫃，可以放到大量嘅公仔收藏。想有高級感又可以解決風水問題嘅空間解決方法，即刻 WhatsApp 我哋免費諮詢同報價啦！